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 4B 班曹偉晴。我係 4B 班陳子婷。今日我哋要分享嘅書係《被討厭的勇氣》，作者岸見一郎同埋古克子健。最近讀咗《被討厭嘅勇氣》，初睇嘅書名會覺得有啲叛逆，讀入去先發現佢講嘅唔係教我哋故意惹人討厭，而係幫我哋鬆綁，活出更自在嘅自己。書裏面最核心嘅觀點係課題分離，呢個都係我最受啟發嘅地方。簡單講就係分清乜嘢係人哋嘅事，咩係自己嘅事。譬如有人覺得你着得唔好睇，咁係佢嘅評價課題，同你冇關係。你想着乜嘢係你自己嘅選擇課題，唔使在意人哋嘅目光，同埋俾佢嘅想法拖住行動。生活裏面有好多煩惱，譬如你驚人哋唔中意，或者係在意他人嘅目光。其實都係將人哋嘅課題放到自己身上，越在意越攰。仲有一個詞叫目的論，同我哋經常講嘅原因論正好相反。譬如有人講，因為我細個時候被否定多啦，而家就好自卑，呢個係揾過去嘅原因當藉口。但目的論告訴我哋，係先有啦唔想被人哋評價、唔想受傷嘅目的，先選擇用自卑當保護項，選擇躲喺裏面。唔使面對挑戰，呢個唔係講過去嘅經歷唔重要，而係講我哋永遠有選擇嘅權利，可以選擇一直躲住，都可以選擇放下藉口，試着向前走一步。書入邊仲提到共同係感覺，講我哋要將自己放入更大嘅圈子入邊，比如家庭、社區、社會，而唔係只係及住自己嘅小情緒。當我哋開始關心其他人，為集體做一啲小事時，反而會慢慢揾到自己嘅價值，唔會總糾結人哋係咪討厭我。讀完最大嘅感受係，好多痛苦都係我哋自己諗出嚟嘅。我哋唔使討好所有人，都唔使活成人哋期待嘅樣子。擁有被討厭嘅勇氣，唔係要變得孤僻，而係敢於做真實嘅自己。哪怕會有少數人唔中意，都可以坦然接受，將精力放喺自己真正想做嘅事上。呢個大概就係成年人最珍貴嘅自由吧。我哋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。